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6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先增加167个本土病例，有18人死亡。国内嘛已经连续4天病例数伫200例以下。台中市有2个老大人曾注 AZ 疫苗，后来不幸过往，敢是甲注预防针有关系？搁爱调查。美国总统拜登甲欧盟领导人的美欧峰会结束，欧盟的公报嘛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67个本土病例，有18人死亡。国内嘛已经连续4天本土病例拢无超过200例咯。指挥官陈时中是讲哦，上北市疫情有较稳定咯。另外，指挥中心嘛讲有一个扩大注疫苗的计划，一礼拜会使注100万剂。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公布的确定的病例有本土的病例167例，境外移入有3例，那死亡的个案有18例。好，那整体的个案数大概是在新北市有65例，台北市有50例。昨天我们也把这个 AG 的第2批我们在17会做第2次的一个配送。那我们今天也宣布在这第2次，在接下来我们会再配这个 Moderna 在 Moderna 里面，我们发到县市政府里面，大概会发63200。那另外我们保留1万剂供交通部对于这个相关的在边境的人员，全国施打大概已经超过14万剂了一开始就能达到这个量。那换句话说，像是在讲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扩大施打的疫苗的这样的计划，那应该是没有问题就1周要打上100万剂应该是没有问题。来看台中市有2个老大人曾注 AZ 疫苗，后来不幸过往。一个是住伫台中市西区的时代，今仔透早厝里人发现讲已经无喘气；另外一个是住伫南屯90岁阿嬷，曾注射了后就开始发烧无爽快，半暝送病院嘛救无回来。也毋过，这2个人的死亡，敢是甲注预防针有关系？佮需要详细来调查。台中市包括医疗院所等等，拢总有111个注疫苗站。15针对85岁以上的集会人来注 AZ 疫苗，头一批中央配发的73500筒，第一天就注1/3去。不过，即马却传出有2个老大人疑似注 AZ 疫苗了后，身体无爽快，全死亡。其中一个人是住伫南屯区精神路90岁的负责人，疫苗注了的迄天暗时就随上病院急救。9点多发烧，有一点点发烧，就送医院，医院到目前都还不知道情形，不能确定是这个原因。当地里长拜三透早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就去死者因兜了解状况。另外一个人是住伫西区林心路94岁老阿伯，15疫苗打注了的时阵是无啥物无爽快。不过过一暗，厝内的人就发现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台中市卫生局初步调查，这2个死者拢有退化性的疾病甲慢性病史。南屯区一名90岁的阿嬷，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病史，近年来都在医学中心就诊追踪。此外，西区一名94岁的阿公，同样患有阿兹海默症，另外他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史。台中市卫生局表示，为了查清楚死亡的原因甲注疫苗的相关性，会协助家属提出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的申请，而且会收集相关的病例资料，送中央来审议。若是确定因为注疫苗致使伊死亡，相关会有600万的救济金。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昨嘛表示讲，咱国内嘛会做地下水道的病毒检测，结果是发现讲有2个地点有检测到病毒，会个继续注意。有专家是表示讲，若是地点毋是伫热区，就要特别细腻。最近伫英国，印度的变种病毒的团上新的报告嘛指出，有注2筒的 AZ 疫苗会当减少重症甲死亡。即马新冠肺炎疫情食力，外国有利用地下水道检测病毒，得到社区感染相关的信息。疫情指挥中心15嘛头一届证实，国内伫2大地下水的水道检测到病毒的量是比出水口要搁较侪，所以来嘛继续检测。针对这点，专家表示，这代表病毒毋若透过烂手，还佫会透过排泄物来外传。而且，若毋是疫情的热区，都要提高警觉，真有可能社区内底有未少也未吹出来无症状的感染者。如果你的污水系统看到有
病毒的核酸，但是你那个地区没有通报确诊病例，那就是当然那个地区要去做调查。另外，为印度来变种病毒传播力是更较强。英国感染印度变种病毒死亡的病例内底，有要3成的人捌做过2档新冠 AZ 疫苗，引起外界质疑讲 AZ 疫苗的保护力敢是无够。不过，有专家认为讲，英国上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做2档 AZ 疫苗了后，也是会当降低住院的几率甲死亡率。对印度猪之前的报告是还比较少，那不过从结构上，印度猪跟英国猪比较像，所以预计可能应该不会差太多。专家认为讲，要阻挡变种病毒入境，会当考虑针对居家检疫甲居家隔离的人，检疫期限搁再采检一届。也若全国防疫境界敢有机会会当降级，爱看未来2礼拜确诊的人数敢有降到100个人以下，还佫有做疫苗的情形，才有机会会当解除封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网街西园病院，本地今仔早起要帮无成主文的老大人做预防针，也毋过昨早起病院通知里长讲，因还未收到疫苗，所以今仔早起必须爱取消哦。伫昨暗11点，市政府又搁临时通知讲，会使伫今仔早起8点来领到疫苗，所以今仔会当照常来注射。台北市政府是强调讲，本地才无成主文的老大人，就是伫今仔下晡才开始注射。市政府嘛批评西园病院的讲法咯，造成大误解。伫加上的陪伴之下，老大人伫院方安排注射地点做疫苗。昨日早起，台北市网街西园病院外口，拢是非有约定的老大人。这民众差一点无法度做疫苗。昨天收到通知单的啊，到时候今天早上来打。但是因为其实昨天一度院方就是有拿不到疫苗，所以说有取消这件事情，知道吗？其实在昨天的时候知道吗？有早上，昨天不晓得，早上才通知到啊。西园病院原本规划昨日下晡同时做有约场100位老大人，甲非有约场的247位老大人，总共是347人。考虑医疗量能无法度负担，15早起院方通知里长，16早起加开注射时段。服务非有约场的老大人，不过一直到暗时9点，依然等无疫苗，只好宣布取消早起的注射时间。不过台北市伫11点通知应领疫苗，院方选伫隔天早起8点领疫苗，也伫官方网站公告如期来做疫苗。不是台北市政府没有给他疫苗，我们的计划本来就是今天下午。那西园医院他可能他内部希望基于服务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他自己的医院的量能。所以他提早了跟里长说，你们早上也可以来，所以让里长也误会说可以去通知里民来。确实是有一些误会了哈，各位往左边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环境大小，可以打300多个人吗？我们基于善意，主动跟里长联络，一个下午我没有办法打347个人。可不可以请里民挪到上午打？针对西园病院之疫苗分配未符，台北市府指出，全台北28间病院做法同款，无有约的长者本来就是昨日下晡统一开始做疫苗。西园病院已经严重误导视听，院方承认是误会一场。另外，其他做疫苗的病院，国泰综合病院表示，松山文创园区的注射地点只有少部分民众来做，现场的秩序是真好。记者综合报道。住伫长照机构的民众，大部分的行动无啥方便，有的人是长时间拢倒伫眠床。汤市政府专工安排医护人员直接去长照机构来帮因注射。另外，机场前线的人员无疫苗通注的问题，行政院嘛决定讲要开专案会议来讨论。烦恼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老大人坐轮椅排列等做疫苗。长照机构内底住民大部分行动无方便，甚至在床。为降低移动的无方便甲感染风险，桃园市政府也陆续安排医护人员到长照机构，规定丰国长照中心85位老大人到75名来做疫苗，做人是袂少。这里面的老人家等于算是抵抗力是比较弱的，你想得到的慢性病的老人都有啊，中风的啊，卧床的，糖尿病、高血压，有愿意施打的也都让他起来，就是一起。在面册，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中表示，收到私信，伫电气门第一线工作人员200人，9成连第一期 AZ 拢做无，不过在办公室官员煞拢做啊。伊强调，保护边境人员就是保护咱家己。也呼吁市长郑文灿手头有用调度疫苗，赶紧来强化边境保护。
机场的这个 CIQS 人员应该是优先施打。那另外，机组员要高强度的管制这个防疫的规定，那也要在疫苗政策上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市长郑文灿回应，疫苗数量不够，桃园市采取中央政策做车来做，无法度将一般市民的额度甩给机场。家己也正赞成国境保护顶级提悬，希望将来分配疫苗时阵，机场应正组织单位。讲到行政院应该已经开专案会议，针对机场边境保护另外决定额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有167个本土病例，有3个境外病例，有18人死亡。伫本土病例方面哦，台北市是有50个，新北市是有65例哦，上济。桃园是有14例，嘉义有2例，高雄有1例，台中嘛有1例，花莲是有8例哦。苗栗有21例，新竹县有5例哦。全台湾目前哦，计共有13000多例哦。本土病例嘛已经有12197例啊，有478人死亡。咱国内已经连续4天哦，本土病例拢无超过200例，目前的疫情应该是有淡薄仔受到控制咯。咱过来看，为了鼓励民众注疫苗哦，云林县政府要提拨1000万来做慰问金，因为注疫苗产生副作用，也是因为公务去为着病的防疫人员，拢是救助的范围。若是因为注疫苗不幸死亡，上济会使领30万的慰问金。高龄的长者依照户籍地时间做分流，陆续到家己乡镇疫苗快拍站报到并施拍疫苗。云林县即届分配到24000剂 AZ 疫苗，但扣除前3类还未拍的人员，剩13000剂疫苗，开放县内8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来拍。他真的是完全的那种最高风险等级。他去年才打过那个肺炎链球菌啊，他只打第2剂，他第1剂已经10几年前。妈妈几岁啊？他92了。有民众表示，虽然家己妈妈血部无好，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各类依符合条件就来拍疫苗，但为着要提高疫苗施拍率和配套措施，文管府由社会救助金专户新冠肺炎的专案中提拨1000万做疫苗慰助金。发生有严重不良影响反应，经医师诊断，那如果说因此而造成身心障碍的话，我们是依照这个等级给予3万至25万的这个慰助。如果不幸因此致死，依照我们这个中低收入或者是一般家庭的状况，我们会给予这一个20万到30万元的这个慰助。消息表示，若因为注疫苗后身体无爽快，需要住院治疗4天以下，每天会当领3000块的慰助金；若住院含5天以上，就处罚2万块的慰助金。另外，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若在办理疫苗施拍期间，因讲感染上悬会当罚10万块。记者为您报道。伫半个月之前，有一个为着病囡仔，佮伫腹肚内底妈妈有生34礼拜哦。迄当时因为得要袂喘气，医师是赶紧破腹甲囡仔生出来。这个妈妈经过治疗，嘛采检3届哦，确定无病毒咯。即马总算会使亲手抱家己的查囝健康出院咯。当初家人哥为出世无到1个月影来庆生，不过这囡仔出世并无简单。时间等来到5月31号，当时有生34礼拜妈妈因为确诊，一个人是为北部转到台中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的附设隔离病房来治疗，不医生可以大量的输送来治疗，不过是出现到中度到重度喘气未顺的状况。为了急救，医疗团队决定6月1号冒着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建议来紧急破腹生产。插管的妈妈亲身来签手术，还个麻醉的同意书了后，临时组成的医疗小组都伫个附设隔离病房内底来接生。因为这次的生产，身边没有家人的陪伴是孤独的，但是幸运的我，还有我的妞妞，让出辅助着我，心中有所感动。而各路条病院内底其他妇产科医生拢正少年，出来囡仔佫细汉，也是感染，恐吓影响真大。资深的医生陈进定教授自愿来开这台手术，并且加紧速度，降低各种感染的危机。原本1点钟的手术，敢若开了26分钟。不过这妈妈因为是确诊者，只会当透过手机来看家己囡仔。他们时常的帮宝宝拍照，那或者是利用视讯的方式，让我们的中医师可以一解在隔离期间的相思之苦。
出生之后，在我们负压隔离病房有一些呼吸窘迫以及低血钙的情形。不过这些在我们新生儿科的团队悉心照顾之下，后来都复原得很好。那目前小宝宝已经2900公克了，那吃的及一些神经反应都很好。好家在囡仔出世了后，并无受到感染，受到病医照顾，维持健康。即卖妈妈伫新生1礼拜了后来脱离，协助喘气的机器，并且几个采检，伫15号确认已经无病毒反应，会当解除隔离。妈妈总是当亲身来抱着家己的囡仔来出院登去厝的，嘛，互这场染疫的危机有一个平安的结果。记者张志勇、谢振林台北报道。来看台南有一个富人人，因为看到有人出门去倒粪扫，却无挂嘴暗，佮讲袂听哦，甲规方起冤家。这阿桑哦，佮甲人塞到园园边啊，因为动作伤过粗残，犯着强制罪，嘛互抓起来。高雄嘛已经有327件出门倒粪扫无挂嘴暗，互开罚单的案件咯。监视画面顶悬，民众摕粪扫到路口，就凊彩等伫涂骹。疫情期间，高雄加强稽查倒粪扫无挂喙暗，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发327件。进行了超过13000点以上的垃圾集运点的这个稽查，那总共呢告发了327件未戴口罩丢垃圾的一个案件。无想要等粪扫车出门，阁无挂喙暗，来到定定防乱倒粪扫的所在。16号透早就粪扫等伫路边。红沙北门里这个街仔口，监视器较长大约10天，就已经掠到10件乱弹粪扫，其中就有5个人无挂喙暗，互里长甲居民拢真无奈。里长呢叫了，他不听就是不听。他们的垃圾袋到底有没有沾染到病毒，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哎。然后他们丢在那里，变成是附近的里民他们还要用手帮他们拿垃圾袋去丢垃圾车。疫情严重，民众的警觉提升，检举无挂喙暗的状况嘛真侪，但台南煞有妇人热心过头，看到民众等粪扫煞无挂喙暗，搁靠唔听了后，竟然掠对方的手，倒打对方压伫花圃边，但安尼行为恐惊已经违法，属于违反行政法的一个行为，并不是犯罪人的要件。那任何人如果实施强制力逮捕的话，恐怕是会有涉犯刑法强制罪的疑虑。无挂喙暗的男性虽然互警方移车卫生局开罚，但热心的妇人嘛，互以现行犯抓起来。男性准备对伊提出告诉，律师嘛提醒民众，热心虽然真好，但伤过头恐惊害着家己。记者陈焕武、柯正俊、温正雄高雄台南报道。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立法院开临时会，要来审查纾困4.0的特别预算案哦，有900多件案件，目前是阁有130多件保留，爱跟调查协商。立法院长游锡堃嘛，予由调查立委哦，做伙拍拼，互预算案第18会使三读通过。立法院初次开临时会，要拼18三读通过纾困4.0特别预算案。15联席委员会加紧审查，900多案当中，还阁130多案保留，等待调查协商。立法院长游锡堃16早起邀集调查协商，用调查发声，希望大家共同体谅，互预算案用第18三读通过。一定会想办法，尽最大的努力，让行政院送来的预算案能够通过。民进党团透露，出了130多案，大部分是删减甲冻结案。其中关系电价减免，包含民进党团提案6月要实施热天电价甲商业服务业比照去年电费补贴，目前拢无共识。民进党团认为，目前都卡伫国民党无愿意签署放弃1个月协商冷冻期。就是希望国民党也能够顺从民意，礼拜5进入3读的一个表决。那如果真的有争议的案子，也只好进入表决的一个程序。这是我们的工具，我们会善用，但是我们也希望预算赶快过，但是我们要尽为人民把关的职责。调查继续进伫遐，国民党立委叶玉兰等4个人联名提案删减基本纾困，有3亿9千多万的特别预算，引起基本界强烈不满。叶玉兰表示，是为老百姓看好钱地啊，这要同意改做完全无删减1线的主决期。这完全是误解了，就是说他们原来纾困原来预定就是5到7月的啊，是不是疏忽了？纯粹只是这样而已啊。纾困4.0特别预算也有130多案，调查也无达成共识，无排除第18有表决大战。纾困4.0特别预算案要三读通过，调查也有一场先并先。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半个月，国产疫苗公司高端的股价是起起落落。顶礼拜检调嘛接到民众的检举，开始调查讲敢有内线交易。最近高端疫苗自期临床成功解盲，股价阁变红，不过股价变化真大，疑似牵涉炒股疑云。最近传出检调接到民众检举，高端疑似牵涉内线交易。树林地检署证实，已经接到高检署指示展开调查。我们有接到高检署发交，那针对高端这支股票它是否有涉嫌违反证交法的部分，有分了一个他案。那目前由专责检察官在调查中。观察高端股价变化，伫5月31传出政府伫解盲进前道签有采购合约消息了后，股价就动波。连续6个交易日拢拍至落停板，不过伫6月7日解盲成功进前就开始强弹，一直到成功解盲，开出3支起停板。5日连假了后，15股价也开红盘，起幅度2.72%，短短半个月6波4起。16开盘就落波，盘中一度拍至落停板，不过股价止盘回起，盘中股价上悬275块。政企局表示，高端5月股价因为短期起幅度伤过大，每一笔交易改做5分钟一盘。5月7日了后，短期6个幅度伤过大，搁延长10分钟一盘，一直到6月1日。它的波动确实是比一般的个股、其他的3个股票来得大，不然它不会被处置。就已经在高度监控它股票的价量的变化。对股价变化，高端无愿意加做回应，不过15暗时发出重大信息公告，强调已经向事务所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事务所也证实已经收到高端的公文，目前也在审核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 G7 领袖峰会结束，各国公开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最近，美国总统拜登甲欧盟领导人举行美欧峰会，伫会后，欧盟的公报嘛头一遍讲到台海的和平稳定，嘛鼓励两岸的问题爱和平解决。也毋过，中国对咱的威胁毋捌减少，昨一天就有28台的军机飞来咱国的空袭。美国国防部是谴责中共的行为是破坏稳定，嘛强调讲美国有义务来帮助台湾自我防卫。美国总统拜登15到欧盟执委会甲理事会主席举行美欧峰会。会后，欧盟发布公布，内底除了继续关注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权甲民主状况，佮讲到中国三摆，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两岸问题和平解决。这甲进前 G7 峰会公布的立场同款，要应应中国的挑战。G7 的领袖峰会在联合公报里面也是同样的载明，短短2天之内再度力挺，展现对于台湾坚定的支持。外交部门表达高度的欢迎跟诚挚的感谢。最近中国一直有军事威胁，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提名人康达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时，明确表示，美台关系是真重要，伊会进一步发展甲民主友好台湾的强健关系，也致力履行台湾关系法内底的义务，协助台湾自我防卫。I will also further develop our robust ties with our democratic partner, Taiwa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our biggest geopolitical test. I support approaching the PRC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by work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engaging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康达认为，最近北京对待侵略甲霸凌行为增加，伊认为美国回应也爱调整。攻击15、18架次破纪录大规模扰台，美国国防部也谴责共军行动破坏稳定，增加误判风险。学者分析，攻击应该是针对美兰维军何里来，要反映中国无可能示弱的意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瑞典的家具公司 IKEA 的法国分公司互指控讲，伫2009年到2012年开真侪钱，透过特殊的管道取得警方的资讯，大规模来监控几啊百名的公司的员工，佮有来找头路人，甲对公司不满的消费者昨法院是判赔100万的欧元，差不多代表3300万。IKEA 集团嘛向社会大众来回释咧。针对IKEA 法国分公司的非法大规模监控案件，法国凡尔赛地方法院15判处公司要赔偿100万欧元，核心台票差不多是3300万的罚款。
公司2位前高层主管也拢判刑或者是判缓刑处分。代表员工的律师强调，希望这项判决应对要咧进行非法监控员工的企业产生协助的作用。Non seulement la révélation a été très importante puisqu'elle a obligé IKEA à changer complètement de politique à l'égard de ses salariés, mais la condamnation est exemplaire également. 有全球IKEA大部分股份的控股集团也伫判决了后发表会师的声明，强调公司已经做出大幅度的改革。律师也表示，公司内部已经设立道德委员会，阻止同款代志搁发生。L'entreprise, encore une fois, a créé des process, a fait de la formation, a changé sa gouvernance, e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en 2021. 法国IKEA公司的非法监控案件，2011年曝光，经过真侪年调查，今年3月开始审理。根据媒体指出，当时的公司高层，包含当时的执行长贝约甲风险管理负责人巴瑞，每年开超过60万欧元，核心台票2000万来收集员工雇资。检察官表示，这2年来，员工求职者甲对公司有不满的消费者超过400人受影响。法院判决指出，IKEA法国分公司会透过私人调查单位摕到警方记录，调查应征者的犯罪记录，各令公司主管假释员工收集员工的私生活甲政治倾向才会自信。不过，北约已经表示会对判决提出上诉。另外，欧洲最高法院15裁定，欧盟27个成员国拢会根据各国的各自运输监管法律，针对面册等大型科技网络公司采取法律行动，推翻只有这公司注册国才能采取行动的旧判决。因为面册、Google、推特甲苹果这大型网络科技公司的欧洲总部拢设伫爱尔兰，不过爱尔兰针对各国的运输权法律证据一直拖延，互消费者权益严重受损。欧洲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会互这科技大公司伫欧洲可能面临更加侪诉讼甲罚款。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辑。来看越南有一位专门咧救腊肉的保育人士哦，这几冬来救超过1000只的腊肉，昨午得到历史诺贝尔奖称号的高万环境奖。互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甲列做是强要坐正去的腊肉，伫越南确实若是拄着保育人士黄文蔡，安尼伊的命运就无同。2014年创办非营利组织拯救越南野生动物，担任执行长，伊用行动真用心来照顾，嘛摕这个牛铃杆仔做因的灵宝。伫传统的汉药内底，腊肉的烂片会当治疗倒阳、大气喘，甚至佫会当治疗癌症，互人看作是珍贵汉药，煞互人一直掠去。黄文蔡伫2014年到2020年，伫有数11美金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内底，成功救回1540只腊肉，得到高万环境奖。这奖项是咧表扬在地环境保育领域基层贡献的个人奖，有历史诺贝尔奖的称号。Cùng chung tay đóng góp cho cái công tác bảo tồn động vật hoang dã cũng như là bảo vệ rừng, vì là một người hay một tổ chức thì không bao giờ có thể làm được hết tất cả mọi cái hoạt động mà cái vấn đề là。黄文蔡伊今年39岁，从细汉就住伫越南的北部的这个菊峰国家公园附近，因为伊亲目睭看到在地村民抬一对腊肉母甲腊肉仔囝，决心甲保护腊肉当作是一生的志业。Trong vòng khoảng 15 năm nay thì nó suy giảm đến trên 90%。cái quần thể ở ngoài tự nhiên của nó。黄文蔡伊平常时佮教囡仔来认捌腊肉甲保育的工课，成立越南第一个反盗腊的小组，从2018年到今，拆掉9701个捕食好肉，也佮拆775个腊捕基地，没收78基层，也甲558个盗腊者甲送办。保育动物的重镇普默国家公园的非法活动大量减少，伫个过去的10年，全球有100万只腊肉去互人掠去，越南是上大的非法地。2004年有60栋的活腊肉去互人查到。目前腊肉的研究领域内底，还有真侪谜题要解破。亲像讲，因是真敖经济，人工饲的，佫无法度活伤久。在野外真恶咧观察，对因的生态行为，还有寿命的资料真少。就算讲因身躯顶悬有栏架，若是拄着危险的时阵，救做一员，看到嘛伤过兄目，颠倒较会去互掠去。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因为最近雨水佮袂少，中南部的水库水量拢有增加，无侪民生甲工业的用水哦嘛已经无啥问题咯。中南部今年2期的调作敢会当恢复供水？水利署是表示，这2礼拜内会决定。雨水落伫闸门水库内面，点点滴滴是搁较珍贵。南部主要的水库闸门水库，顶个月30号跳水量大约3.5%，但是半个月来的锋面降雨以及额外的累进雨，配合水资源的政策，到16号，闸门、乌山头、南化3座主要的水库加起来已经是超过2亿2000万吨的水量，有够会当供应至少200天的民生用水。现在目前民生跟我们一般的那个公共用水的已经没有问题了啊。虽然闸门水库敢若2成，但是只有是加出一座南华水库的跳水量，这嘛互闸门以及乌山头水库管区的农业公园看到希望。地方各界以及农民拢关注2期的调作，敢有法度恢复公园？差不多应该是2礼拜内就确定啊啦，因为水情最近较变好尔嘛。是不是可以再思考一下哈？用怎么样的方式可以农民也赢，民生也赢？好，那我们毕竟现在还是水情还没有完全舒缓，所以是不是要完全足量的供给2期到做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谨慎的思考一下。当市府有估2期调作所需要的总水量是2亿37万吨，目前旱象确实有疏缓的迹象，不过小工还未完全解除，敢有法度顺利供灌，就必须要经过专业的评估。市府嘛呼吁民众近期嘛是爱加节水。记者吴正云报道。来看新北市淡水渔会理事长郑空中传出讲，互红狗虾加着产生严重的过敏哦，送病院急救，伫6月11嘛是不幸过往。代志发生的所在，即马拢清空，禁止民众挖群。时间等到6月初3，一场伫咧北里下沟仔渔港另外变道的会勘，当地里长加淡水区渔会理事长郑空中等人拢到现场。无想到讲，迄天穿短裤加穿带的郑空中。敢若互红狗夹夹着伤，登去找了出现过敏性的小咳，送病院了，10月3个不幸死亡。发现他被咬到，他一直在摸那个小腿，都有蹲下去，蹲了2、3次，然后再骑机车回去就没有5分钟就休克了。所以的一个叮咬，其实最主要的是会有红肿、瘙痒、起水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要去抓破它。新北市红狗牙专管中心除了要求现场停工，也投放理济，要观察至少半年的时间。初步认为是前一阵落大雨，再加上工程作业土变过了，互当地红狗牙更加有攻击性。经过会勘，现场的狗牙是有10几个。先停工，直到我们以这个处理方式结束之后才能够继续施工。我们会把现场围起来不要让民众再接近。附近我们全面的去了解有相关的这个红火蚁的这个可能的蚁穴我们都会查这个及时的机制让民众都知道。国家红狗牙防治中心的主任黄永兰讲，目前红狗牙主要盛行伫咧北台湾，尤其桃园市重灾区。北里、淡水、南口拢是挖伫咧伊边啊。伫春夏天的时阵，红狗牙活动力较强，较空旷，抑个日头晒会到的所在，拢有可能出现红狗牙。虽然伫国内互红狗牙加着死亡的案例真少，不过真容易引发过敏的人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昨开始申请家庭防疫的补贴哦，一天就有92万多人登记哦。另外，讲10万块的纾困贷款，到昨下晡5点，嘛有12万8千多人申请，有9000多件已经通过。孩童家庭防疫补贴，15早起10点开放网络申请。一开始敢若申请的人伤多出现，目前网站人数伤多，系统已经自动为你排队而立，好加在无偌久就当操作。教育部讲。可能第一天大家较不晓操作，无法度申请的大部分拢是资料写唔对。有将健保卡卡号输成身份证字号，而出现资料错误的情形。教育部建议，如出现孩童非补贴对象或资料不存在等资料输入有误相关讯息，可能是误植资料导致无法勾稽。到15暗6点，有92万2084人完成登记。若是涉及减户款的问题，教育部会依照个案协助。这边补贴的对象包括小学以下的囡仔、
加国高中前3年的新障学生，总共250万位，一个人补贴1万，15开始上网申请，核定正确了18拨款，期限到9月底。想要直接领现金的家长，18以后摕各间银行的提款卡到3间指定银行的 ATM 操作就能领到。同一天开放申请的还有劳工纾困贷款，今年到柜台申请的人比去年加较少。银行惊讲室内人伤多，所以伫咧门口设临时柜台，防疫分流。也是减班减薪，对啊，现在就是生活上会卡不过来，对啊，才来办。有试着用网络？有，现在是卡着。政府的线上通常刚开始一定都会塞车的啊。所以就选择第一天就直接领会来申请，比较快啊，效率啊。劳动部统计到昨日到5点。劳工纾困贷款申请件数是128414件，核贷数9212件。今年名额只敢若限定50万位，每一个人上悬10万。青领的劳工就要满20岁，108或者是109年个人总所得50万以下，或者是符合投保资格的人，拢会当向35间银行办理，其中24间银行会当伫咧线顶申请。记者综合报道。三级警戒到达超过1个月，关伫厝里上班上课，真侪人的心情拢真郁卒哦。咱今仔要连线一个本地是记者，后来出国读册，摕到美国咨询师执照的刘宗基，要请伊用伊专业的角度，甲观众朋友来分享，防疫期间一般人心理的变化，甲会使安怎来消脱压力。宗基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去年伫美国疫情上严重的时阵你迄阵人是伫美国，前2-3个月才打转来到台湾嘛拄好去拄着咱台湾疫情开始的滚架。目前有真侪人已经拢关伫厝里1个月，心情佫无啥法度会当接受。这敢是讲面对重大的危机，真正常的心理状态咧？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的就是过去1年，因为国外的疫情到现在慢慢要解封，其实已经1年多了嘛。那台湾等于是3级警戒刚开始，所以国外的研究就发现说，其实那个心理历程一开始前半段会是比较忧虑跟焦虑，包含很多不确定，然后不确定说包含工作的部分啊，然后现在生活有很多的变化，出外面都要做很多的防疫工作嘛，然后很多人害怕染病这样子，但是一开始是不确定。那等到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国外的研究是发现说，那么接下来的心情会被一些忧虑跟失望，还有一些担心、害怕给取代所以就会从焦虑变为忧虑的部分这样。那其实我们在台湾也看到一些很这样的状况，比如说一开始大家可能会去抢一些粮食啊，抢一些物资，但到现在大家开始慢慢习惯在家工作，或者是要长期待在家的状况之后，我们看到那个抢的状况变少了，可是越来越多人有反映说心里比较沮丧、忧虑，然后不确定未来该怎么办。就这个曲线是蛮正常的，也是国外经历的一个状况。但是要告诉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心情其实都会过去啦。那等到疫苗开始打下去之后，慢慢解封之后，一切还是会步上好的轨道。所以咱之前定定伫新闻看到讲，国外因为封城、家庭暴力的事件有增加真侪。咱台湾最近嘛是有同款的调查嘛是有同款的情形。你是安怎来分析这款的现象？敢有什么建议咧？是因为事实上，其实大家看到疫情担心的只是一开始是担心会不会生病，但事实上它长期带来的隔离或者是封城的一个状况，或类封城的状况，像台湾3级警戒，它会造成很多人，包含工作上面可能会有影响。原来他们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做了，那对学生来讲其实也会影响，他没有办法去做正常在学校里面做一些人际的交往跟互动，都必须要关在家。那对父母来讲，当然压力也很大，对不对？一边要上班，一边还要照顾下有小孩、上有长辈，对不对？所以对所有人来讲，其实带来都会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也就是在这些的状况之下，会让家庭里面的纷争变多。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过去的话，比如说如果是上班族，他平常夫妻两个不用一天24小时绑在一起，或不需要一天24小时一起见面，但是现在2个人都一起要在一个房间内工作，那就算是不同的房间，其实见面跟交流的时间也变多。那如果有小孩的，包含家务的分工等等，造成的压力也就更大，所以很容易会有口角的状况。那如果刚好有遇到家里有经济压力，现在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做生意的话，那个对家庭来讲压力更大，所以因此造成的纷争口角就会越来越严重。那国外的调查更发现，
在这段疫情期间，包含酗酒啊、家庭暴力的数字，其实都是向上攀升的。那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能够透过一些防御的措施啊，能够包含补助啊、包含积极的介入，能够让台湾这方面的事件比较少一些。这样。所以哦，即马真侪人伫厝里哦，个拢上空上芳哦，然后就真烦恼讲，家己敢是去胃着病哦。若说真正感觉真压榨或真不安，你建议会使安怎做？是，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蛮多，我们也听到很多民众跟我们反映哦。那基本上，包含台湾的 CDC 跟美国 CDC 都是一样的，就是那时候一开始疫情爆发之后，面临到长期的封锁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鼓励大家汲取正确的资讯，因为包含 COVID-19 的症状虽然变化很多，但是跟一般的感冒其实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区隔方法。那我们会建议大家说，与其看那些 LINE 啊、手机一些不确定的资讯哦，不如来去真的是官网啊、CDC 的官网，或是比较大的媒体去看一些大家做的报道以及正确的资讯，这是第一点蛮重要的。那另外第二点就是说，很多人是说看新闻啊，或看到很多有关疫情的资讯，越看心情越不好，越焦虑。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觉得看这些资讯让自己觉得很担心、害怕的话，其实不如换个方式，给自己一天只要90分钟或1小时看新闻就好。其他的时间我们可以放下手机啊，关掉电视啊，或去做一些自己的事，做一些让自己心情比较好、比较开心的事，可以做一点平衡。那如果你实在还是觉得非常焦虑的话，其实也可以寻求一些资源跟管道，因为现在各县市政府都有提供免费的咨商的服务，那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些资源，那么帮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不确定的状况之下，能够多多照顾。所以你去年规档哦，拢伫美国度过一段真长时间的防疫，即马台湾是打开始面对社区的感染哦。你敢使来分享一下，咱安怎来看待这波疫情带来的挑战呢？是因为这个疫情当然对它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那台湾因为去年蛮幸运的，等于是其他国家在经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台湾其实是过着一个相对比较稳定跟正常的生活。那台湾现在因为好处是说，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一年其他国家是怎么因应的，包括现在疫苗也问世了，所以我们整个离开这个疫情的笼罩，或许不需要再花1年嘛，可能会2-3个月，稍微长一点，但不需要拖那么久。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让大家心情可以比较安定的一个部分。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疫苗资源都已经挹注下来，就很希望这波能够赶快过去。那在没有办法过去，在大家还必须忍受现在这个暂时封锁的状况，就要请大家多多照顾。包含网络上有很多，包含正念练习、瑜伽练习，以及学术上现在也证明哦，在家做一些运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健身房，但在家做一些肢体的运动，包含柔性的运动或者是健身也好，其实对于身心灵的舒缓都有很大的帮助。那稍微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其实我们还是要找到生活的一点方向感。如果你觉得这个疫情很难控制哦，但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小事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包含比如说我今天要吃什么啊，我有更多时间在家，我可以帮自己准备一顿好的晚餐，然后多多跟家人互动。那个互动可以不要是肢体上的接触，可以透过视讯跟朋友，透过视讯啊或社交媒体来做联络，或一起透过视讯方式看一部电影，这也是很多人尝试的。所以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是说，在面对疫情不确定的状况之下，我们如何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新的习惯？它其实带来的风险，但其实也带来很多新建立关系的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咱真感谢庄琪的分享哦，有医师嘛建议讲哦，大家用一寡时间选家己想要做1-2项代志，看册、听音乐、花、做运动，啥物拢好，暂时离开现实，心情放好轻松哦，会使先安尼做来试看卖。再来看教育部5月中开始暂停境外学生入境哦，要延到6月18。目前是还未决定讲当时要开放。有一寡大学是讲哦，报名今年9月份离海境外学生是增加袂少，若说佮继续延期，恐惊会去影响到这些学生来台湾的意愿。本土疫情爆发，5月中旬了后，各大专拢宣布讲该采取距离教学期结束。有外国学生转去因的国家，也有人继续留伫台湾。毕竟印尼也是会更严重，所以想说在台湾。有很多人想来台湾都不能来，因为那个疫情方面的话，台湾虽然爆发了，还是比很多国家还没这么严重啦。另外，对东南亚来的学生认为，台湾的疫情虽然变甲比去年更较严重，不过和多数的国家相比，也是无遐严重。伫因的家乡，有缘真侪人想要来台湾读册，部分大学也反映讲，报名9月份入学的外国学生有成长，掠台师大做例，香港的学生增加甲上明显。
我们从之前的单独招生，就是台湾大学系统单独招生，还有个人申请的报名人数是比往年增加了30%啊。老乡林指出，各大专年外国学生对5月中旬暂停入境到6月18，稍后会继续暂停或者是开放，佫无法度确定。敢若会当因应疫情提早准备，而且目前也无法度评估讲报道的状况敢会受到影响。若疫情继续炭烧，会佫再启动安心就学的方式，改采取线顶教学，或者是保留一学期的学籍，然后入学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主文的疫苗无法度准时供货，也毋过目前有真侪欧美的国家未来2档的疫苗，甚至是变种病毒的疫苗，嘛拢落订单咯。国内有专家就提醒政府应该要提前准备。国内即马扩大注 AZ 疫苗，注的拢是人送互阮的，家己注文的疫苗，即阵到货量敢达到88万外支，也有2900多万支还未来。专家表示，即马未少欧美国家毋但已经买好未来2年的疫苗量，甚至连变异株的疫苗拢已经落订单。台湾即阵若无想买，明年订着高买无。咱即摆就去用修理甲添。你即摆提钱买无货嘛？尤其是咱即个小国家，甲以色列共款嘛，甲新加坡共款。你若无讲用较贵的钱，较早买、较早订，即欧美即大国家咧扫货时阵咱根本连偏芳都无啦。专家讲，因为台湾的人口少、市场小，无想投资做代工的产能确实有限。甲新加坡、南韩比起来，人早伫咧20多年前就投资，即阵就连越南、泰国拢摕到代工的合约。看当来，咱的国产疫苗即阵也无法度上市，国内疫苗战也有一段路要行。不过，确实有很多的国家在这个时候也对我们这个国产疫苗都投注以非常大的一个关心，相对跟他们这几家公司去做相关的谈判，但是我们还是静待这 EUA 的审查的一个结果。目前台湾到货的疫苗以 COVAX 平台为主，不过 COVAX 到货的时程有苹果也较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协议转受影响。国内专家认为，台湾定着爱会记的即摆的架势，对调即波国际主文疫苗的时程量早部署。记者敏芝、林玉凯台北报道。最近市面上出现讲对越南进口和无经过检验的防护衫，或者改包装，甲中国合法进口的防护衫，làm做伙卖互消费者，实在是真恶心哦。检调部门嘛已经在调查，新北市卫生局嘛甲相关的产品落市咯。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从这边打开的。说明外包装的特别设计，也个当场示范公司卖 A-23的情况。知名药材商宇鸿药品公司出面控诉，卖 A-23遭到不法业者新北的众理科技公司涉嫌为越南进口无经过验证的 A-23，让中国合法输入的 A-23换做10粒一盒的外包装，向各通路讲是宇鸿卖的产品。仿冒的包装数量跟我们原本的包装数量是有差距的。是因为这一次的仿冒品，它是去更改了所谓的外包装，所以在这个消费者或者是医疗院所，他并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个产品到底是真的是具有防护效果还是没有。检调协报了后，调查发现，中立以每收400领2万块的计数卖互各通路，推算宇鸿损失超过300万。顶礼拜会同新北市卫生局等单位前往中立搜索，佮约谈细地负责人等人报案。想说利用这个时间就赶快把这些囤货，赶快把它用比较低价的一个价格把它卖出去仿冒它的包装盒它里面的东西不是原厂厂商的隔离。检方查扣仿的A-23有5200领，伫新闻细地负责人了后，通知10万交保，搁请新北市卫生局尽速联系已经处置仿的A-23的药局等通路。有风险逻辑，民众若讲有买到仿的A-23，请保留证据，向卫生局通报稽发，以利后续退货甲求偿事宜。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池上乡有一间野湾野生动物病院，是东部唯一一间专门咧治疗野生动物的病院。因伫经费、医疗设备、骹手拢正欠缺的环境，硬会惊哦，就是唔甘这野生动物的性命。今仔暗时10点，公司第一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乡亲做伙来看这群人对野生动物的付出。
台湾东部有多元的生态系，是野生动物真丰富的所在。但是野生动物的医疗资源拢集中伫西半部，一直到2020年，东部才有头一间野生动物的救伤病院，就是野湾野生动物病院。去年的8月开始，到即马已经收130只的动物，一个月要到20只，啊，搁刷来就是夏天。刚断奶的动物比较傻傻的，它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夏天的那个案例会更多。民众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发现它，然后过了3天，他去看它，它还是在原地，所以他就把它带回家养。而且它养的地方就是在铁笼里面，所以它的很多羽毛都是受损的。然后会不会是因为它断掉了？因为互民众捡到伤仔送来，估计的所在已经无法度恢复。蛇鹰是台湾罕见的保育类，但是袂当搁展示的鹰仔无法度伫野外生存，就要做安乐死。这款因为人类活动致使野生动物死伤的代志，台湾逐天拢在发生。好像比较多是被狗攻击，像山羌或是山羊。鸟类的话比较多是骨折或是撞击，就除了车祸之外，还有撞击窗户之类的。照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野生动物袂当饲、袂当买卖、甲乌白掠。野湾嘛，呼吁民众要尊重生命。若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会当打电话通报1999市民专线，也是救伤单位，是上好的处理方式。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台东县报道。地球本地应该有超过800万种的动植物，也毋过环境的改变，已经有上100万种的种类哦，拢绝种也是特别绝种咯。英国设一个世界上头一个生物银行的网络，收集各种动物的经脉、组织佮有 DNA 样本，要提供科学家来做保育，咱做伙来了解。新闻达拉犀牛是全世界唯一还未绝种嘅长毛犀牛，也毋过野生的族群只敢若剩无到100只。苏格兰野猫是英国上有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之一，比一般的猫体型小可较大只，有一阵仔只敢若剩35只，经过保育了，数量回升到400只，也毋过犹原比猫上还佫较少。这款珍贵的物种拢伫咧苏格兰爱丁堡国家公园博物馆的收藏中心内面，保存因的组织、细胞加 DNA 样本，甲其他上千的物种8千元样本，最近冷冻伫咧摄氏零下80度的极低温环境，是全世界第一个生物文学网络的一部分，叫做冷冻方舟，数量也佫会扩大，来确保未来几60年有够的样本，互科学家会当研究保护濒危物种，维持生物的多样性。Sample collection is increasingly more difficult, and this is both because of restrictions in access to the animals, but also how rare the animals are themselves. So we feel that by collecting samples, it's our moral obligation to make them available to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ers. So that's what we do in biobanks. For really the best chance of species survival, we need to be inputting as much good quality, high quality samples and data as possible. 苏格兰的国家博物馆伫咧过去25年来，拢伫咧收集动物的组织样本。去年底正式启动生物群行计划，汇集全国的动物园、博物馆甲研究机构的资源，样本就放伫咧爱丁堡动物园的生物库。We're not trying to recreate Jurassic Park. We're not trying to bring things back from extinction.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give these populations the best fighting chance of existing in the future by helping them out where we can. 联合国最近的环境报告就已经警告讲，地球上800万种的动植物内面，有100万种面临绝种的威胁。人类过度开发造成气候变迁、高度污染，和地球渐做一个支离破碎、愈来愈无适合住的星球。这个冷冻方舟就更加重要，所以会继续详细扩大伊的内容。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今仔明仔载2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会落雷公雨，中部地区嘛是同款哦。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2度，上悬36度。
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